大家好，我係老泥妹，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個故事，如有雷同，實屬巧合。每個人天生都有個膽，膽雖然係個細細嘅器官，但對消化同排泄好重要。而有啲人天生個膽邊生毛，傳聞中佢哋特別勇敢無懼。當中有少部分係天選之人，佢哋腦部嘅表面同時比一般人光滑，令佢哋可以更義無反顧咁向前衝。而細個嘅我就係一個勇敢嘅天選之人。魯莽就魯莽啦。我呢個能力喺幼兒園第一日返學嗰日覺醒，因為幼兒園唔喺屋企附近，所以返學放學都係靠校車接送。Early morning waiting school bus。今日第一日返學，唔知個女會唔會喊呢？哇，好多哥哥姐姐都係自己一個等校車，好型啊！媽媽，我都可以自己一個等，校車嚟到我識自己上車，你走啦。呢個女究竟喺度諗咩？校車都未見過就叫我走。喺嗰下，我阿媽就知道，佢今次抽到一個不得了嘅盲盒。喺我阿媽嘅悉心照料下，我叫順利升上小一。一日上緊堂嘅時候，各位同學，大家記得抄低聽日默書範圍落手冊啊！唔得啦，我忍唔到啦，好想去洗手間啊！同學有問題？嘿，舒服晒，出面好靚啊，有雀仔聲喎，唔知有幾多隻呢？咦，唔知係唔係落雨呢？等我摸下先。喂，同學過嚟。原來喺我享受緊親大自然嘅短暫時光，就撞正2年級班主任帶隊去有蓋操場，準備放學。結果我俾呢個老師帶返去揾我嘅班主任，話我喺走廊遊蕩唔上堂，仲叫埋家長嚟，搞到老師有多樣嘢做。ごめんなさい。當我喺課室等緊媽咪嚟嘅時候，嘿，今次仲唔俾人鏟到上天花板，但明明我都唔係特登唔上堂，只係腦電波微弱到諗到咩就做咩。今次係第一次發生，再有類似嘅事，下次就記缺點啦，明白？我會返去教導佢，唔該晒老師。阿女，你做咩要爬半個人出圍牆呢？估唔到阿媽聽完冇好大反應，只係冷靜講返老師擔心啲咩？咁之後有冇生生性性？到我升上小學2年班，第一日返學，各位同學，我係大家今年嘅班主任。今次真係大鑊，未開始已經俾人吸咗個黑豬仔。最後我要多謝老媽子同人生中唔同老師一直以嚟嘅調教，令我腦部嘅表面開始多返啲折痕。喺打毛猴群症發作嘅時候，仲有一絲理智控制下。今日嘅故事就講到呢度啦，大家有冇試過因打毛猴群症而要見家長？下次再同大家分享我嘅故事。鍾意我嘅故事，記得撳鐘仔訂閱啊！下次再見。